适逢老祖师传道100周年，在天恩师德、家批护佑及各位前人大德的牺牲奉献下，一贯道秉持着中华文化道统，将大道传扬到世界各国。目前，既有75个国家道路蒸蒸日上。为了礼赞老祖师及师尊师母的天命护持，并感戴天恩师久家批护佑，一贯道世界总会特别举办此次世界万人读经会。为了让这次活动能够顺利圆满，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各位前人及秘书室的鼓励带动下，从读经会考、内容规划、各个单位联系、场地租借布置洽谈、当天活动内容规划等大小事情，无不尽心尽力，一筹再筹，务求尽善尽美，期许当天活动圆满顺利，可以为老祖师及师尊师母负责。世界总会张理事长、陈副理事长、高副理事长莅临后即准时开始。首先，集合负责读经会考的评鉴委员宣读评鉴办法，忘词儿或错误超过5次者即为不合。希望各位评鉴委员能在严而不虐的情况下，大家标准一样，以示公平。大会是由3位年高德少的大德张老前人理事长、大德陈大姑老前人副理事长、大德高老前人副理事长，以最热诚的双手向全体道亲致意，以慈悲勉励开锣致庆，并宣布大会开始。接着邀请联合国千禧年世界宗教领袖高恩会秘书长巴瓦金先生。与会贵宾有各祖县领导前人、考试院铨序部朱部长、中央银行彭淮南总裁、多位立法委员，以及宗教部统筹部长官、马来西亚华人文化协会代会长、各长官及贵宾的莅临，都给予一贯道最高度的支持与肯定。难得的是，我国元首陈总统水扁先生于下午2点个别亲临会场，一直为全国宗教界分忧解劳，而且全力护持一贯道发展的虔诚道亲考试院铨序部朱部长、中华民国一贯道总会王理事长、世界总会陈秘书长等，陪同总统走在礼宾的红地毯上，从大钟至正门走到会场台上，两旁有
发一崇德近1000位的年轻伙伴及全体道亲们一致鼓掌欢迎，并报以声声的总统好，让会场掀起最大的热场。接着，总统向大家致辞。各位前人，各位点传师，各位道亲，各位前贤，来自世界各国的嘉宾，大家午安，大家好，总统好。今天是一个非常值得纪念的日子，台湾台北划时代举办国际万人读经大会堂，阿明在此要代表中华民国政府和2300万的台湾人民，预祝大会的圆满成功，使西元1905年祖师刘清溪先生正式以一份道之名普渡人间，至今已经达100年之久。在此，阿明要跟全球所有的道亲同贺一份道老祖师传道100周年纪念，这真是一件令人高兴的盛事。海内外数以千万的道亲立身行道，推行道化家庭，修道生活化的宗教思想，令人敬佩。也因为全体道亲传承了老祖师佛法精神，兼容并蓄的涵养跟思想，才经历了21世纪一份道的兴盛。祝福一份道国际化前途光明，更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谢谢大家。一贯道追求天人合一，落实社会和谐，更唤醒人类心灵良知。21世纪是心灵的世纪，是伦理的世纪，也是和解的世纪，更是我们一贯道的世纪。我们再度热烈掌声，谢谢陈水扁陈总统对我们一贯道的勉励。让我们掌声不断，恭祝我们最敬爱的陈总统。各祖县的道亲在得知一贯道总会将举办这个有意义的活动之后，都积极投入配合。总计报名参加读经会考各祖县各地道亲超过10000人。经过各祖县都市复试，遴选出近6000人参加8月21日当天的会考，年龄最小为6岁，最大为90多岁。会考当天分国内华语部与国外外语部2大类考生。国内华语考生必备科目有道宗旨、礼运大同篇、心经、清净经、弥勒真经。选读科目有大学、中庸、金刚经、道经、论语选读、孟子选读、六祖坛经选读。选读科目至少需选1科，有把握之考生可同时考2科以上。国外外语部之考生则任选下列3题：道之宗旨、礼运大同篇、大首章、中首章、心经、道经首章。这次会考通过考试戴状元帽的状元共有5546位，国外考生有500多人。下午读经会考在518顶帐篷内举行，其中外语考生51顶。通过考生随即接受前人被圈选点榜公告。现在是赛鲁
在引赞班与一队引领下，正准备跨越状元桥时，天空突然雷霆炸响，下起大雨，历时约30分钟。途经状元代表过状元桥之活动，仍是冒着大雨进行。成媒体记者的赞美说，即使是大雨，也浇不熄修道办道者的志诚，因此也博得全体道亲最大的掌声。随着旗队、引赞官、状元代表上台进行祭天祈福活动，全体代表仍然行礼如仪，歌声不断，大家诚心敬意，祈求国泰民安，道化万国九州，世界和平，将日满人间。当读经教育在海内外蓬勃发展时，已逐渐彰显复兴中华文化之大气象，实现我安世怀，万化人心于良善，造就全人类之福祉。相信读经教育是传承古圣先贤淬炼的生命智慧，是洗涤智慧与陶冶人格的最佳教育方式，将是21世纪应时应运、符合时代潮流、创造全民最大利益的需求。因此，读经教育的内涵是以最富深度与价值的经典为教材，以熟读入心、深入潜能的教学方法，给予最实效的生命关怀与厚实实质生命实力的培育与扎根。这份成效不单是一份希望与理想，而是具有实实在在的见证与见证。及分题一种喜，台北马市长及立法院王院长2位贵宾，也特别拨空先后莅临会场，向大家致辞勉励。其实让我非常的感动，因为一贯道提倡五教合一，主张读经。一贯道取得合法地位之后，发展更为迅速，各地都有读经的人潮。今天就是一个例子。我在法务部的时候，到监狱里面去，看到崇德文教基金会在监狱里面教人家读经，教受刑人读经。各位想想看，受刑人很多是作奸犯科的人，他们也来读经，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这就是说，一个宗教不光是看它的教义有多崇高伟大，而是看他所作所为是不是真的有益于世道人心。说到读经，我个人有一些体会。各位都记得中庸一开始就说，这个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然后说到道不可虚于理也，这个固然重要，我觉得最后面的更重要的，莫陷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他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任何事情比你隐藏的东西更能够被人家发现。你看看这多严重啊！这就是叫做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对不对？所以在这个方面呢，我觉得一贯道提倡读经而且推广读经绝对是好的。当然了，读的经不一定是限于四书五经，也可以读其他这个儒家以外的释道，乃至于基督教、回教都有很好的教义，把它好的东西拿来真正的融合起来，这个一贯道才真正是这个无道一以贯之，真正能够道贯天下。大家说对不对？在这里特别祝福大家继续这样的努力，因为各位这样的努力不但是可以帮助各位的修养，帮助各位的学识，还可以帮助这个社会的和谐跟安定。其实这是我们中国人几千年来的一个理想，透过教育教化，让社会变得更和谐。一贯道在做就是这样的事情。好，最后祝福大家，谢谢各位。of the legislative yuan. We can continue this learning of the culture. 非常荣幸，也是一份特殊的一年。今天能够在我们一贯道
世界总会以及中华民国总会共同来举办这样一个万人读经会考的一个评鉴大会。那么今天也看见我们这么多来自国内外的道亲们共同来参与，而且呢也引起社会大家共同的重视。我特别在这里向大家表示祝贺以及敬佩的意思。老祖书，那么呢，以及各位先贤先生，大家运用有形无形的力量来协助，那么终于能够让一贯道，那么在各方面获得社会各界的了解以及尊重，那么也见容于我们的政府，然后也能够让我们的社会所接受，所以呢才能够顺利的来立法通过，而且呢能够正式让我们的总会来成立。在全世界已经有超过60几个的这个分会来成立，而且今天我们所有道亲，事实上也已经有400万人之多，跃为我们台湾最大人数最多的一个宗教。那么在这里祝福我们会考圆满成功，一贯道这个道运昌隆，而且全人类会受到一贯道的一个帮助。那么整个初级的观念、周期的观念，甚至于世界村早就能够真正的落实，那么呢来奉献心力。最后也祝大家身心愉快，万事如意，道业精进，诸事吉祥。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但愿我们请几位公司学贤。但愿您生生飞上法航，但愿书外一层一层的开创，但愿街道四开扬，但愿慧命永流长，但愿人间快乐又安详，但愿走出一片康庄，但愿迎上圆满的道场，但愿真理百万当，但愿万众共分享，但愿创造历史的辉煌，心想事成，但愿我们每个人都吉祥如意。当天，一贯道总会同时为了推广健康饮食观念，在中正纪念堂这样道上，亦安排爱心义卖园游会，既有300个素食摊位，由各总县炊事组精心策划安排准备，义卖项目繁多，说是琳琅满目，精彩倍增。每个摊位也都使出浑身解数，拿出自个儿的压箱宝来吸引大家注意，以期达到全面推广健康素食的预定目标。贩卖种类多，有台湾传统小吃、客家美食、西式餐饮、健康食品。同时，各组县也安排有相关文物展，备有众多修道典籍、佛堂用品等。总归就是丰富满堂，叫人目不暇接。只恨时间有限，无法一品尝欣赏。我们热烈掌声欢迎以热烈掌声来温柔的表演。Fortune, good luck. 一贯道世界万人读经大会
在各主线的老成人、成人队以及一贯道总会全体理监事跟秘书处的共同群策群力，以及各主线的共同发动之下，全球有70几个国家的道心代表来参与这一次，可以说是一贯道传道100年的非常有意义、非常盛大的文化传承活动。这次活动呢，也博得海内外的一贯道弟子、各主线道场领导前人的鼎力支持，全体道亲的全力灌注，可以说是圆满顺利成功。我们一贯道本身就希望让每一个生命呢都能够活出道的内涵，所以我们常说我们这个字呢，道这个字呢，从首到臭，就代表从头到脚，代表我们整个生命。所以我们透过圣贤经典的涵养。邀请我们海内外所有一贯道弟子都能够好好把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道呢，活在日常当中，活好这个道，也活好这个生命。最深的基础可以口而动心而为，也可以帮助我们如何修道。修道有一个正确的知见，有正确的知见来修道，来办道，这对道才有深度的帮助，以及传遍世界各地，才能够有一个正确知见的引导。因为我们大道虽然普传到现在，老祖师100周年，我们尊师母75周年，现在应该是要登上世界舞台所以我们大家一定要所有的道亲对道有一个非常深入、非常正确的认识，可以把道传得又宽广又久远。我们在这几年来积极的参与世界性的各种高峰宗教会议，像到新德里，到这个日内瓦，到巴塞罗那。那么明年呢，我们要到这个墨西哥也去参加这个世界性会议。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师尊师母，感谢我们各主线老前人，把这个道带来台湾，然后从台湾到延伸到世界各国。我们现在的道亲大概有800-900万。那么这个是我们每一位同学大家的付出，大家的努力。来自世界各国不论种族不论各国不同语言，也都以中华文化为主轴来透过这样一个读经会考是一个世界化的一个见证，是起步的见证所以大家热烈的一个参与呢。
一方面也代表着它的精深博大的文化是世界我们共同的一个资源，而且是人类幸福美满的一个基础。郑秀文老师请到大中之门，清水舞蹈，郑秀文老师请到大中之门，谢谢。宝光同热情，谢谢。We already have been operating. I have committed, I will continue. And the only way is to make partnerships, share with each other. Because the wisdom expands when you share it with the others. Knowledge expands and knowledge grows when you share with the others. My only message is, this is wonderful to see young children here learning the sutra. The different age groups. And if you can truly commit to this, then you have retained your culture, the essence of the culture. You've given the good foundation. They will definitely be good human beings. 所以我们也希望不只是上天的肯定，也能够得到大家更多的支持，能够共同来把我们每一个人生命中的道呢还好开发出来。这也是我们一贯道办这个活动，算是100年来的一个纪念。我们希望这是一个起步，也是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我们希望继续跨出向世界迈进的这个步伐。也许在5年、在10年、在20年、在20年连续不断的100年了。我们希望尽我们最大努力就是类似我们一贯道传道宗旨一样，就是挽世界为平，化人性为梁山，济世界为大同。我们一贯道希望在这上面尽最大努力。我们在美国办这个读经实在是不容易，因为语言的问题但是我们透过这个让道先读经所以他们对道也比较真正的了解那这过程也是不容易的那我们去年的时候就听说这个一贯道大壮人会考所以我们就鼓励道先从美国回来台湾参加这个读经会考，这是一贯道世界总办的，是世界性的不是有台湾而已。那我们从洛杉矶回来。
湾各主线领导全民的一个支持一个协助使得总会跟世界总会来办理这个活动，也可以说也受到我们当今政府的一个肯定尤其邢总统也是拨时间莅临来主导，使得我们一贯道各主线都觉得很光荣的一件事情。今天很感谢各方面的一个关怀莅临或许在这里再代表一贯道总会致万分的谢意，谢谢大家，感谢大家。当天晚上，晚会由中华民国总会王市长主持。在晚会演出之前，吕副总统也特别前来向大家致意。首先恭喜世界总会高副市长为晚会揭幕致辞。今天是我们一贯道世界总会所举办的状元渡境评鉴会考暨金龙主持100周年庆祝活动，朋友们各界活拥参加，让本次活动更增添光彩。本人在此特表衷心的谢意。一贯道自历代主持以来，各位老前人不竭尽所能，尽心尽力为提倡中华文化、改善社会风气、恢复本性的良知良能而始终奉献。一贯道为延续中华文化命脉，维护固有伦理道德而举办的这次活动，汇集海内外道亲及道亲子弟参与渡境会考，为文化扎根尽一份宗教人的责任和使命。这是一件非常有历史价值的活动。感谢所有参与这次活动的主线点灯师以及高请协贤，更感谢所有从国内外远道回来参与这次评鉴会考的考生，大家辛苦了，谢谢。Thank you all， 掌声谢谢刚好前人给我们的期许与勉励。每一次呢，听到前人辈们的谆谆教诲，从他们的一个慈悲的一个流露，在话语当中这样的一个勉励，常常都让我们觉得很感动。世间道路千万条，唯有修道不误人。那么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有太多的见证了。前人大德们每一个人的付出，都是很值得我们学习，值得我们去感受、感动，甚至让我们再去发扬光大的。在这第一个100年，一贯道从大陆华北传到台湾宝岛，再传到全球5大洲，积极落实世界和平的理想。让我们一同为一贯道的成就来加以喝彩，请各位先贤用热烈掌声鼓励。Let's applaud the accomplishments of一贯道all over the world. 儒释道其实都是一贯道，一贯之就叫一贯道。只要心中有佛，心中有道，我们在这里如今会考这样的成果是我们的骄傲，
这样的情况，当然是要担心你们的家长，因为知道你们师兄所说的非常对他们更是骄傲，所以这是有问的。但是我在这里会好，晚上还有非常精彩的音乐节目，这些很好，所以很感谢主办单位，也非常感谢所有参加的每个人，你在这里得到智慧，你在这里得到健康，你在这里得到信心，你的希望，这是你们的不会修的了。再次感谢一贯道全国的小队能够邀请到世界这里来，世界一贯道小队也进来台湾，这是很好的实现。由台湾走向世界，也让世界走向台湾，让所有人做到我们一贯道的告诉各位道非常的了不起。就是在座以及所有参加会场的每一位道亲，谢谢，谢谢。晚会开始，台南玉山的宝光盛唐圣乐团，该团是具有国际级职业水准的国乐团。盛唐圣乐团是由一贯道王寿老前人于民国72年创立，至今已历22年。宝光盛唐圣乐团亦秉音乐济世、移风易俗的宗旨，曾在许多政府及民间举办正式活动场合中献乐，并获全省优等或第1名的国乐团，得奖记录不胜枚举，名扬海内外。现场演奏曲目是《喜庆锣鼓》，本曲是以传统民间音乐为基础，将节日到来这喜庆欢愉气氛发挥出来，利用唢呐及锣鼓的效果，表现出修道人的大团结以及坚毅不拔的精神及优良的情操。罗汉戏日，在庄严的道场中，有一群面来威严却不失至子之心的罗汉，利用闲暇时刻舞动的吉林雄狮，娱乐辛苦多年的修办道人。将军令，雄壮威武的气势，俨如修道人的节，神圣不可侵犯。强盛音乐中，隐约吐露出上天慈悯，在低沉处表现出强烈的志节，在高昂处则流露着悲天悯人的胸怀。万家生活，万家生活是委托国家国乐团指挥徐春泉老师专为玉山宝光盛唐圣乐团量身打造的创作曲。乐曲是采用史诗叙述的手法表现，由盘古开天揭开序幕，到万佛降世，一路走来有喜有悲，各种冷暖必须自行体会。到最后乐曲结束时，达到高潮，
借由彼此的互相扶持及鼓励，使我们修道人在龙华会上重相逢。接着演出的是安东总3代同堂之读经表演。安东道场是世界总会高理事长所领导，民国86年开始即逐步推广儿童读经，多年来受到社会各阶层的高度肯定。此次小天使的读经表演主题是龙的传人，全场共分3段。第1段普天同庆又读经，舞龙开场，叫上天降道，犹如龙行草叶，造化人间。接着小天使的舞蹈，象征万物欣欣向荣，如嫩芽般逐渐成长茁壮。第2段书声朗朗遍九州，以台湾4大族群的读经声及舞蹈，代表全世界种族大融合，期许天道海洋，人间快乐又安详。第3段源远流长，盛世大同，以万国旗帜起舞，勉励海内外道经，共同为展现各家园及实现世界大同的理想而努力奋斗，以报天恩师德于万亿。默而视之，学而不厌，诲而不倦。老师，这就是孔老夫子之德。大哉孔子，为人以先王之道教于此地，流传于后世千千万万。于日常中，温良恭俭让。他感觉到他是一贯道的一份子，一份荣誉的分子。I'm very grateful to all your leaders who invite me here, especially Pastor Joseph Chen, because it was his insistence and his invitation that I've come here today. 另外要非常感谢我们一贯道各位道亲前贤们，还有前人们，特别要指出，特别要感谢我们一贯道县总会秘书长陈秘书长，他的邀请。Especially when I see so much energy and I see people so happy, I think there is hope in the world. If everybody could follow these teachings, if everybody could be so happy, then we would have peace in the world. 尤其看到各位充满了活力，充满了高兴。如果大家都能够把这份喜悦心分散到世界各个角落，我们终有一天能够达到世界和平、世界大同的理想。It seems you agree with me. Now I think it is your duty that the treasure that has been given to you, the great teachings of the Ikuan Dao, take them around the world.
Because when you spread it, the pressure will grow. It does not come down. So it is up to you. It is your challenge. It is your duty. 各位，我们每个人都担有一份责任，这份责任就是将一贯道的福音传播到世界各个角落，让这个世界能够更加的和平，更加的美好。And lastly, I will just say thank you to all the great leaders, all the great masters. 谢谢。这里感谢我们一贯道所有的前人，感谢，谢谢。最后是花衣崇德的诗歌朗诵，有200对团员以感恩之心，发自肺腑的声音，赞叹天恩师德的浩瀚，敬佩老祖师师母的天命护持，感谢众位前人辈们的慈悲与牺牲奉献。在浩瀚的宇宙，我们选择来到这个世上。在众多的灵海中，我们相约重逢，定要以真诚开朗、怀恩喜悦的心，圆满生命之中无限因缘，还要散播欢乐，散播真爱，让人生像百花盛的春天，璀璨精彩，朝气蓬勃，让心情如春风柔和平顺，吹拂大地最活泼，清安又自在。花衣的诗歌朗诵团以优美的舞步、激烈的歌声，娓娓细诉老天慈悲、大道降世、普渡群伦，一贯道祖师忍辱负重、摩顶放踵，其心朝如日月，朗照乾坤。各祖先之前人辈乘运而来，素遇会婚，闻道后即孝圣法贤，立下皇室大愿，不恋荣华富贵，抛家舍业，愿不重阳，开荒下种，度化众生，牺牲奉献，万死不辞。若无前人辈的无畏付出、苦心明显，怎有今日的如我？浩浩天恩，师德无疆，一贯大道互传万方，一脉薪火传九州，因信指引定前仇。一脉薪火传九州，是圣使命斩筹谋。一脉薪火传九州，和平光芒照宇宙。一脉薪火传九州，不朽圣业永传流。从道之宗室、白羊初祖到师尊师母及各祖先的前人辈们，大道之传言，素以至游，率马以祭，国富百军，木驼书垂，济世救人。大德前人们上承5000年的使命，下开21世纪的道场规模。到现在，大道普传70余个国家。白羊弟子修道不道，散播圣道的种子，落印圣道的足迹，光披世界，德化众生。慧日普照，96启灯，可说盛况空前。生命中坚定韧担待，继承圣贤的道脉，开拓圣业，排除障碍，吕布迈向光明的未来。但愿众生登上法航，但愿修岸一层一层创，但愿天道似海洋，但愿慧命永流长，但愿人间快乐又安详，但愿走出一片康庄，但愿迎向圆满的道场，但愿真心来担当，但愿万众共分享，但愿创造历史的辉煌。250位团员以诗朗诵、戏剧、吟唱、舞蹈等方式呈现，时而深沉忍意，时而激动昂扬，时而优雅隽永。
感怀低别的念词，叫人唏嘘不已。欢欣鼓舞的状语，又令人热血激昂。考验人们投入的表情，那份感恩，那份坚毅，令人神往，充分表达出各道场道亲们对老祖师师尊师母的追思怀念、感恩戴德，及对各位前人辈们传道恩泽的感佩建议。句句肺腑，内容精彩，引发全场热烈回响，掌声不断。晚会节目在晚上9点20分准时结束。接着，中华民国总会王理事长致辞感谢一贯道各道场前线的配合，大家团结合作，一起付出，才让此次读经会与庆祝大会圆满成功，并代表世界总会颁赠感谢状给负责演出之道场单位。也感谢各位长官贵宾及各位亲们，大家热情的扶持，让大会进行一切圆满顺利。希望我们大家永远不要忘记天恩师德的浩瀚大批，与各道场前人辈们的慈悲提拔。大家要好好学道修道，孝圣贤，敬老祖师师尊师母不离，以天心为己心，以师日为己志，将大道传扬天下，道化万国见众。此次大会在大家通力合作下进行非常顺利。当天多家电视台也都派员到大会采访，并于当晚间新闻播出。隔天几乎所有的报纸都以很大的篇幅做报道。以下为几家电视台的播报节录。有个场景，你见过3岁的小娃儿念经书吗？今天下午在中正纪念堂举行了万人读经大会，参与的从3岁到80岁都有，还有外国人用英文念45经。哎，是不是觉得这个画面有点熟悉？这可不是大学只考的会场，而是一场万人读经大会考。读经会考的参赛者，从3岁的小娃儿到80岁的老伯伯都有，个个读起经书来，可是一点都不马虎。在黑指導，在明明的，在清清，在心裏。看他们背得如此熟练，可见是下了不少功夫。更厉害的是，连外国人都把经文翻译成英文，千里迢迢来台湾参加会考。The Tao that can be spoken is not the eternal Tao or not the constant Tao. 这顶状元帽可是得来不易，必须得熟背45经，通过考验才能够戴上这顶帽子。不分年纪，不分国籍，万人一起念经书，在这个时代还真不多见。东森新闻周明景、黄志前的报道。世界70多个国家的道亲齐聚中正纪念堂，总统陈水扁在考试前特别送上祝福。我们期待今天这个盛会能够带动更多有志之士，来积极参与点燃人类新生的任务。有了总统的鼓励，几乎所有考生都顺利通过考试，开心地穿上学士服，为自己也为读经大会考留下难得的回忆。民视新闻
周小如、东李之瑞台北报道。以45金为主的一贯道，至今已有100年的历史，扩大规模举行705个国家万人读经大会考，考生年龄最小的只有6岁，而最大的有90多岁。总统陈水扁也来到现场加油，也借由一贯道的大理精神，在演讲中表达朝野要理性尊重，同时暗中对国民党表示要共同开创社会新局。阿扁深深的觉得，政府人才如果能够加深道德文化思想的涵养跟修持，国家一定能够呈现清平治世的境界。读经大会考吸引了包括3岁和86岁的民众来应试，场面相当的有趣。大热天5、6千人待在帐篷下不嫌热，因为就只是怕背不出东西来。眼前这位小妹妹只有3岁，但背起经书来可是浑然忘我。我母张家今天唱火影山前对河图。妹妹你好厉害哦，你花了多久时间背起来的？老母觉得是非常喜欢在股东。话匣子一开就稀里糊涂一路背，最后比个无表示，只花了5天就把《道德经》的其中章节背起来。来大会考的还包括年纪最大的86岁林奶奶，她用日文来诠释《清净经》。来到我看你是天就一不是，来到我叫你是这个字文个字，不信相信啊无骗我个。老少都喜欢读经，就连马主席也大展身手，中庸是倒背如流。现在一贯道读经的大会中巧遇，这一次呢，马英九给足了王金平面子，因为这个占用到王金平的致辞时间，马英九不但道歉呢，还在王金平上台之后去而复返，是为了跟王金平握个手。这手握了一次还不够，再握一次。马英九热络的表现，就为了粉碎马王复合的传说。马英九给足面子，也让原本打算并不见面的王金平笑开怀。想特别回来想明天。对。创道至今刚好是100周年了。今天一贯道世界总会在台北市举办了一场万人读经大会考，这号召了全世界75个国家地区的道亲一起来共襄盛举。而陈水扁总统也特别的前往了道贺，来推崇一贯道对于促进社会和谐的贡献。上万考生，信徒们希望透过读经会考，养成平日读经的习惯，领悟人生真理的方向，也让小朋友学习专心的技巧。TVB 新闻涂唐鸾、郭家群台北报道。只要心中有道，在这里读经会考，这样的成果是